好，落到場真係非常緊張，大家都發言完啦，留意住你嘅選手依家係做緊咩動作？提提大家，保護網係唔能夠連續2個回合使用嘅。準備動作。3、2、1，好 hold 住。12號咧打中咗一個對手，但係佢用咗保護網啊！見到12號手都有少少震啊，放鬆少少。但係001號睇清楚先，係啊嘛，黃雀在後打中咗12號。咁而呢位小妹妹係幾多號啊？唔好意思啊，49號嘅妹妹咧都打中46號，佢係啱啱入緊子彈，所以就有2位咧出局啊！首先問咗001號先，你都靚 number 啊你，點解會睇中12號嚟發射？順手啊！哇，就喺對面，喺正對面。12號有咩回應啊？佢揀咗冇啊，預咗啦。好，可以講埋，俾你講埋。預咗死㗎，咁可能打機率，之後睇下隊咗子彈波嘅人先可以。不過隊唔到。好，我哋新年啊，我哋全部都係發財，我哋你預咗發財啦依家。好，咁啊請你諗個祝賀笑話，講完之後就大動作開槍啊！好，預備好，身體健康。哦，12號提早發財啊！恭喜你可以離開呢個圈啊！跟住到小妹妹咯，49號，點解你揀46號哥哥啊？因為係開咗保護網。哦，因為你開咗保護網，冇辦法啦，係咪？一定要攻擊人啊！好，46號哥哥，你憤氣啊，俾妹妹打低。我諗住唔好咁快得罪人，儲定子彈先啊！點知小妹妹諗住殺我，好傷心。好，唔緊要，妹妹，請你講一個賀年説話，你諗唔諗到啊？準備好啦，請你講完之後就喐一喐隻手。恭喜發財！妹妹用財富子彈咧射入你度啦，恭喜你啊，可以離開戰場。跟住就剩翻。